Disclosure Day 揭密日啊，咁啊，終於喺今年2026年嘅6月啊，咁啊呢個11號啦，咁啊香港正式就上映啦咁樣。咁啊美國啦，咁啊當然啦就喺呢個6月12號先上啦，咁啊遲咗一日嘅。咁啊當然咁啊我就自己就喺17號嘅呢一日啦，咁因為工作關係啦，咁啊遲都未睇到嘛，17號㗎啦，終於都睇到呢一個由史提芬史匹堡啊，咁啊佢所導演執導嘅一套科幻片啊，一套講外星人嘅科幻片揭密日 Disclosure Day。咁今集啦同大家咧講下呢一個 Disclosure Day 嘅影評啦。咁啊即係我睇完呢套嘢之後咧，究竟對呢一套揭密日 Disclosure Day 究竟有啲乜嘢嘅睇法咧，同埋究竟呢套嘢裏面背後所講嘅嘢究竟有啲乜嘢深層意思？因為其實老實講句啊，史提芬史匹堡咧所拍嘅同外星人有關嘅一啲嘅電影嘅題材啊，肯定一定係唔係話純粹話天馬行空科幻嘅一啲嘅作品啊，裏面肯定係一啲 hidden message 嘅。即係如果大家相信呢個世界有外星人或者有一啲嘅 UFO 事件嘅話啦，都會覺得史提芬史匹堡作為一個以外星人或者 UFO 為主題嘅科幻片嘅老祖宗嚟講咧，一定係非常之有好多嘅一啲嘅文件上嘅嘢啊，或者私底下一定係有好多嘅資料上嘅嘢先會寫得出一個咁樣嘅劇本。咁今次嘅揭密日 Disclosure Day 亦都係唔例外嘅。咁嗱同當然啦講影評一定有少少嘅劇透成分啦。咁我相信有啲嘅觀眾朋友可能未睇呢套 Disclosure Day 嘅。未睇嘅朋友可能都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呢一套嘅電影咧，如果你即使劇透咗嘅話咧，其實都唔會好大影響，因為咧 Disclosure Day 呢套嘢咧，如果你唔睇一啲影評嘅情況下，你入場觀看嘅話咧，你係唔會知佢講乜嘢嘅。或者如果你本身冇一啲同 UFO 外星人有關嘅背景嘅話咧，你都唔會太清楚究竟佢呢一套作品係講啲乜嘢嘅。但係咧，如果大家話有一啲嘅外星嘅一啲政治學或者一啲對 UFO 方面嘅一啲背景資料係可能有啲少少嘅認識成嘅話咧，可能大家都會開始明白到 Disclosure Day 呢一套電影裏面究竟想史匹堡究竟想講啲乜嘢，帶出啲咩訊息咁樣啦。揭密日啦，Disclosure Day 呢一套嘅電影啦，成個故事嘅架構咧，其實都真係幾完整，我自己覺得。其實咧睇翻咧呢一套嘅故事啦，就係講緊一個叫 Daniel 嘅一個嘅角色嘅男主角啦，由呢一個嘅佐斯奧康納所飾演嘅呢一個嘅角色啦。佢咧其實咧就係呢一個叫做一個私人機構啦，裏面嘅其中一個嘅工程師。佢咧就喺某一啲嘅私人機構當中啦，偷取咗啦一啲同美國軍方或者美國政府同 UFO 事件有關嘅啲機密文件偷取咗出嚟，而開始咗呢一個故事。當然啦，今次嘅反派啦，由呢一個嘅高連費夫飾演嘅羅亞史坎倫呢一個嘅 character 啦，今次係大反派啦。作為反派嚟講咧，其實咧佢今次咧就係叫做某一個美國嘅某個嘅軍工複合體一個嘅大老細啦。佢咧就叫做為咗追翻個男主角啦，偷走咗嘅一啲嘅機密文件。去開始呢一個故仔，同呢一個外星人啦，同埋同呢一個 UFO 有關。因為咧男主角咧手上面咧有一啲美國軍方或者美國咧一啲嘅解剖外星人或者羅茲威爾嘅 UFO 事件之後捉走咗外星人或者一啲嘅實驗嘅一啲嘅機密片段啦。為咗唔能夠咧為咗咧唔好俾男主角向對外公開呢一個嘅咁緊要嘅一個嘅訊息啦，所以咧就開始咗呢一個嘅叫做捕捉嘅行動啦，咁開始咗呢一個故仔。當中咧其實咧有好多嘅一啲嘅其他嘅一啲嘅事件一啲嘅外星嘅特別事件或者一啲比較特殊少少嘅一啲嘅事件當中咧，都喺呢套電影裏面咧係有取材出嚟嘅。當然啦，呢一啲嘅事件其實咧原來咧史匹堡佢喺寫呢一啲嘅故事當中咧，其實咧係有一啲嘅實際喺美國或者其他國家實際嘅例子咧去做一個參考，去做 reference 去寫呢個故仔。據我所知咧，呢一個嘅
嘅 Disclosure Day 呢一個嘅劇本啦。原來咧阿史匹堡咧，其實佢本身咧佢呢一個佢寫呢一個嘅故仔嘅時候咧，係根據翻係原來咧美國政府啦，或者係佢所得到一啲嘅資料咧，去做參考 reference 去寫呢一個嘅電影嘅故仔。話就話實際上電影實際上咧，其實咧佢係利用咗一個 documentary 嘅一個方法啦，咁啊去寫呢一個嘅電影嘅故仔，即係利用電影嘅方式啦，去將一啲可能美國近呢即係過去80年裏面啦，所有啲嘅機密文件咧，就透過呢一部嘅電影啦，就慢慢咁滲透出嚟。咁啊，亦都可以咁講啦，話呢一部電影嘅宗旨揭密日啊，就係想男女主角就係想利用翻佢自己一啲嘅個人嘅特殊嘅能力啦。因為咧佢哋兩個嘅背景比較特別啊，細個嘅時候啦，就已經咧俾外星老拐咗啦，都咧俾外星人咧咪植入咗一啲嘅特殊能力啦。咁啊，男主角啦，Daniel 咧咁就有一啲嘅非常犀利嘅一啲嘅數學嘅能力啦。咁啊，利用一啲嘅超強嘅數學嘅一個嘅一啲嘅理論啊，成啊，咁啊計數方面好叻，咁啊都可以聽到一啲唔係一般人可以聽得明嘅一啲嘅語句啊，或者一啲嘅語言啊咁樣啦嘅一個能力啦。而至於女主角啦，呢個嘅呢一個嘅格里特啦，呢個馬格麗特啊，咁啊呢一個嘅 character 啦，其實咧佢就係有一啲嘅比較特別嘅能力，就係能夠聽人能夠可以代入喺對方當其他人或者其他一啲嘅對方當中啦，知道佢一啲嘅過去嘅嘢啦，或者心裏面諗啲乜嘢啦，甚至咧佢可以咧透過自己嘅語言啦，或者自己嘅意識啦，佢能夠咧講一啲咧非一般人語言，或者講一啲其他或者佢自己本身以外嘅一啲嘅語言溝通，甚至外星語言都可以講到嘅。咁一個非常之特別嘅一啲嘅能力。咁啊呢兩個嘅 character 角色啦，咁啊呢一套嘅電影裏面咧都發揮咗佢哋嘅功能啦咁樣。咁啊都係咧透過呢兩個嘅 character 分咗兩條主線去揭露究竟過去呢79年裏面美國政府同埋呢啲嘅軍工複合體啦，呢啲嘅私人機構、呢啲嘅科技公司啊，佢點樣去收埋一啲同UFO 啊、外星人啊會面嘅一啲嘅資訊啊、一啲嘅秘密啊，咁啊佢哋透過咧揭密日啊，透過呢一個嘅方式咧，去對外公開原來美國政府咧一直收埋一啲外星科技，一直收埋一啲外星同外星人或者外星與外星方面相關嘅一啲嘅資訊啊。咁其實咧，今次咧呢一套嘅電影啦，咁啊其實繼呢一個史蒂芬史匹堡啦，喺過去3套同外星人有關嘅作品啦，咁啊其實都係電影作品嚟嘅。咁啊包括有呢一個第三類接觸啦、E.T. 外星人啦，咁同埋咧2005年嘅強戰世界啊。咁啊呢3套嘅電影作品之後啦，第4部同外星人或者外星生命同埋題材有關嘅電影就係呢套 Disclosure Day 啦。咁其實咧如果你係睇翻史匹堡咧過往咧寫開同外星人有關嘅電影，你見到其實頭2套咧都係講緊一啲好嘅外星人啊，或者塑造一個好外星人嘅形象。去到2005年強戰世界嘅時候咧，佢寫嘅一個嘅同外星人有關嘅一啲嘅題材咧，已經係講緊侵略啊、戰爭啊呢一啲等等嘅題材。咁去到今次嘅揭密日咧，咁講嘅已經唔係單純話外星人接觸，就係外星人係點樣，或者俾所有嘅觀眾朋友去得知，原來外星人有好有壞呢一啲嘅觀念啦。已經直情係講緊除咗外星人係點樣嘅類型，外星人點樣接觸之外咧，亦都會有一啲原來咧而家嘅美國嘅軍方或者美國政府同一啲嘅軍工嘅複合體啦，甚至咧同呢一個嘅一啲嘅商業嘅機構、商業嘅大財團，原來咧私底下咧都有一啲嘅不可告人嘅一啲嘅秘密收埋咁樣，唔俾所有大眾知道。咁呢一套電影當中咧，其實都透露咗幾樣嘢嘅。咁包括就係原來美國軍方啦，其實就算咧呢套嘢咧，你當古仔咁睇都好啦，你會覺得呢套嘢點解同近排發生嘅一啲嘅事咁類近嘅？咁大家其實都知道，美國政府咧近年啦，尤其是特朗普上台之後啦，尤其是最近呢幾個月啦，美國咧亦都係不停公開咗好多關於 UFO 嘅 file 啦，有好多無論係美國嘅當地又好或者其他國家嘅一啲嘅 UFO file 咧，亦都係今年或者呢一年啦，26年呢一年啦，都不停公布。咁 Disclosure Day 咧呢一套嘅電影都係啱就住呢一個嘅日子啦，都咧
係做咗呢個題材。咁當然啦，呢一個嘅故事肯定唔係史匹堡喺呢一個嘅呢個特朗普啦、阿 Trump 啦，做緊呢一個動作期間啦，所寫出嚟嘅題材，肯定係之前已經鋪排咗噶啦。因為老實講句，你而家26年先上但係咧呢套電影咧，如果你真係要由開始籌備啊，呢度拍攝啊，至少都2023、24噶啦。情況下咧，咁好明顯，史匹堡其實已經一早咧就已經想咧將呢一個外星政治、外星文化、外星文明，或者甚至其實美國政府或者一啲嘅軍工複合體啦，一直收埋一啲嘅外星人啦，或者外星生命或者外星嘅呢啲題材嘅一啲嘅資料、外星嘅 UFO file 等等嘅嘢啦，一直收埋冇對外公開。想透過呢套嘅作品啦，預先話俾全世界人知，如果萬一真係美國真係公布咗呢一啲嘅消息啦，甚至好似電影後半段咁講有外星人真正喺地球裏面現身降落stay 喺地球裏面俾大家所有公眾去接觸嘅話，究竟我哋人類係咪又係真係咁樣呢？咁一個咁樣嘅題材或者係咁樣嘅一個嘅方法去俾大家去睇完呢套電影之後去思考呢一種嘅模式。其實又擺到明啦，史匹堡咧其實喺呢一套嘅電影當中都想俾多啲嘅觀眾朋友啦睇完呢套電影之後反思一樣嘢，究竟我哋人類係咪去到依家目前為止係咪真係仍可以接受到外星文明，甚至第3、第4、第5類接觸呢一啲嘅嘢呢？當美國政府真係公布晒所有呢一類嘅 UFO file 啦嘅呢一啲嘅不明飛行物體或者一啲嘅第3、第4類接觸嘅 file 嘅時候，我哋人類究竟能唔能夠接受到呢？今次啦呢一套嘅作品啦 Disclosure Day 啦，另外仲有一個比較大嘅議題就係講緊宗教意味啊。因為咧今次咧呢一套嘅作品咧，除咗講緊一般科幻片裏面外星人接觸美國軍方、美國政府對外星政治或者對外星文件呢一啲嘅態度、對外公開嘅態度呢啲問題之外，另外亦都有一個都比較深刻印象嘅就係講緊宗教問題。因為呢套電影裏面咧有一個比較核心嘅一個嘅構思嘅一個想法就係，如果假若外星文化公開嘅話，對於基督教、天主教呢一啲嘅宗教嚟講，究竟佢哋會點樣去睇呢一件事呢？係啦，因為其實喺呢一套嘅作品裏面咧嘅其中一個嘅女角色啦，叫 Jenny 啦，呢一個character 咧，其實佢就係一個修女嚟嘅，係啦，一個嘅見習修女啦。其實對於如果對我所知啦喺基督教嘅層面上，或者喺呢一個天主教層面上嚟講咧，佢哋相信咧神咧係創造萬物嘅一切。其實對於基督教、天主教嚟講，如果假若真係有呢一個嘅外星人降落地球嘅時候，而或者美國軍方真係公開呢一啲嘅消息，或者當真正有外星人有飛船喺全世界人類面前現身嘅話，對於呢一個嘅宗教嚟講，究竟會有幾大衝擊啊？人類或者呢一個嘅宗教嘅人士嚟講，對於信仰呢方面嚟講，究竟會有幾大衝擊？究竟佢哋要唔要接受？會唔會接受到呢一種嘅情況呢？咁呢一套嘅電影裏面咧都有呢一個嘅議題去思考當中。究竟其實好老實啦。如果假若啦，你係基督徒或者你係天主教徒嘅話，你又接唔接受到喺我哋嘅天主基督呢一個咁神聖嘅一樣嘢上邊，原來同外星人有關係，甚至原來我哋所一直認知嘅一啲嘅神呢樣嘢，其實可能係外星人呢？有呢一種嘅概念嘅諗法。我唔知有幾多觀眾朋友，或者我冇話特別話去觸動一啲嘅宗教嘅信徒啦。因為呢樣嘢喺電影裏面都有講到明，佢哋自己如果假若真係有外星人，真係當見到外星人呢一樣嘢嘅時候，佢哋嗰個嘅信仰會唔會被打破，或者對信仰嘅嗰種執着會唔會話會有好大嘅影響或者動搖咁樣呢？呢一套嘅電影裏面都有着重去講解呢樣嘢。揭密日Disclosure Day 呢一套電影啦，喺香港嚟講啦，其實都真係幾兩極嘅反應嘅。有啲人好中意，有啲人好唔中意。唔中意嘅原因係完全唔明呢套嘢講乜啊！甚至啦，有啲人呢都可能對呢套嘢有啲失望。其實我自己睇完之後呢，我會覺得其實如果大家呢抱住一個心態係入場，係諗住睇下史匹堡有咩新嘢擺出嚟呢嘅話呢，其實我相信呢咁多位觀眾朋友未必賣帳。但係如果你個心態入去睇呢，因為其實呢，如果大家真係熟悉外星文明或者對外星人對 UFO 呢一類嘅事件係比較熟悉嘅話呢，正常嚟講呢，應該呢睇完呢套嘢之後呢，你係會有啲感觸、有啲感受。尤其是我自己睇完呢套嘢之後，睇到去到後面呢，其中有幾幕啦，我自己係睇完之後都
真係幾感觸嘅。尤其是當去到後面男女主角啊咁啊喺公眾嘅媒體當中啦，喺呢一個嘅電視台新聞報新聞嗰段期間，就出一啲嘅突發新聞啊，咁啊去將咧美國政府啦，同埋一啲嘅軍火體啊，一啲嘅科技公司啦，一直隱藏住79年嘅一啲 UFO file 咧，全部去公開晒啦，咁啊俾所有嘅人睇晒所有嘅真相嘅時候咧，嗰個感覺係非常之轟動。尤其是當你代入到呢一個位置，就係原來當你如果假若有朝一日真係啦，所有嘅主流媒體都公布咗關於 UFO 外星人等等嘅資訊資料嘅時候，你係咪又係呢一種嘅感覺，呢一種嘅反應呢？尤其是當原來咁多年嚟，羅茲威爾呢一個嘅大家咁多年嚟都被傳為可能係神秘嘅一個嘅存在嘅時候，當正式公布晒原來有外星人嘅，原來有我哋嘅美國政府之所以有咁強大嘅科技或者性嘅，都係因為外星科技影響嘅。呢一啲等等嘅嘢，甚至有一啲可能同外星綁架嘅嘢有關嘅一啲嘅故事啊等等嘅嘢，全部都被公開嘅時候咧，大家所見到呢啲嘅消息，你自己會有啲咩感覺呢？你自己會有咩反思咁樣？咁啊呢一套嘅作品當中呢，如果你係以一個咁嘅諗法去睇嘅話呢，你自己會覺得呢套嘢好好睇。但係如果你話想揭密日，想知史匹堡有啲咩新嘢揭俾大家睇嘅話呢，咁我相信大家一定失望嘅。因為其實點講都好啦，史匹堡自己都曾經喺一啲嘅訪問當中啦，都曾經講過揭密日呢一套嘅電影 Disclosure Day 呢一套嘅電影呢，某程度上唔係啲乜嘢好特別嘅電影，因為其實佢係以一個 documentary 嘅方式去寫呢一個嘅古仔，去以一個嘅 documentary 嘅方式咧去搬上去大銀幕。其實可以咁講，佢係一個電影嘅 documentary 咯。咁所以其實對於一啲可能係唔太認知外星文明或者唔太認知 UFO 外星人呢啲嘅事件，或者冇乜點樣聽嘅情況下啦，當你去睇呢一套電影嘅時候，你會覺得一頭霧水，你會唔明點解會有呢一啲嘅嘢呢？究竟史匹堡想講啲乜嘢呢？咁當然啦，個結尾呢，我會覺得係幾特別嘅，一個好開放式嘅結尾。因為其實去到呢套電影嘅最收尾嗰一幕啦，就係女主播啦，女主播啦，因為其實去到最尾個 part 呢，咁咪會有一個嘅外星人啦，會係直情喺咁多個觀眾當中露面亮相，咁啊全球人類當中露面亮相嘅。咁啊呢一幕啦，外星人呢對住男主角啦，阿 Daniel 啦，咪講咗一啲嘅嘢啦。咁啊，然之後 Daniel 對翻女主角啦，咁啊佢講咗一番説話之後，女主角咁啊喺個嘅熒光幕當中咧，咁啊講咗一句説話，然之後就 ending 咗啦。咁啊呢一個留白咧，其實咧就係想俾所有嘅觀眾朋友去諗清楚，你哋究竟能唔能夠接受到當真正外星人降落地球，外星人正式喺大家所有觀眾當中露面嘅時候，你哋嘅反應會係點樣？你哋接唔接受到呢一種嘅嘢呢？咁樣咁呢一種嘅留白呢，其實俾你一個好大思考嘅方式。呢個係我自己即係叫做睇咗好多話，聽咗好多同外星人 UFO 啲 file 呢啲 case 之後得出嘅結論，或者可能如果你自己可能去 study 翻多啲過往咁多年嚟美國政府或者其他國家甚至中國大陸都好，對外星人嘅一啲嘅研究或者對 UFO 呢不明飛行物體嘅研究嘅時候嘅一啲 case 嘅時候咧，你自己可能再睇翻呢一套電影，你自己會有唔同嘅諗法啦。咁所以大家如果你話喂唔係，我想睇下史匹堡有咩新嘢去發表，你未必會覺得呢套嘢會係好睇，因為其實佢呢套嘢某程度上唔係啲咩發表一啲嘅新嘅嘢，佢係想將美國咁多年嚟啦所積埋所有 UFO case 或者大家所聽到嘅一啲嘅 UFO case 喺呢套電影當中啦搬晒出嚟，話俾大家知係有麥田圈嘅，係有外星人嘅，係有 UFO case 嘅。美國係有好多㗎，甚至有好多美國政府有好多仲未披露嘅一啲嘅案件都係有存在喺度嘅，係甚至見到原來美國啦或者一啲嘅科技公司啦，為咗將呢一啲嘅秘密啦收埋啦，會用一啲非常手段啦去剷除一啲嘅異己咁樣嘅。咁所以變相咧就喺呢一套電影當中啦，做好多嘅隱喻甚至其實佢都好白㗎，佢咁都唔算隱喻，佢將好多好所有好多嘅資訊掉晒落呢套電影當中。2個幾鐘頭嘅時間裏面啦，要你喺咁短嘅時間裏面消化咁多嘢咧，確實係有啲難度嘅。咁所以咧，其實如果大家真係有興趣嘅話咧，可以咧睇多幾次2刷3刷，因為當中咧
為都有好多唔同嘅 hidden message 係啦。咁啊，今次嘅揭密日 Disclosure Day 呢一套電影同大家嘅影評講到呢度先啦。咁啊，當然啦，如果你話有啲咩深度分析啊，或者一啲嘅深度嘅解構啊，我真係冇咁嘅能力做到啦，我冇咁叻仔。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嘅，可以睇下一啲可能其他 YouTuber 所講嘅一啲嘅對呢套電影裏面嘅一啲深度分析見解，或者影評拆彈解釋啊，都有嘅。其實而家目前為止已經有好多嘅 YouTuber 做緊呢一樣嘢噶啦。咁但係如果大家對外星人或者對一啲嘅UFO 嘅事件大家有興趣啊嘅話呢，我可能之後會可能開一個環節或者新嘅節目同大家講下啲外星科嘅嘢啊、V 運嘢啊，或者啲 UFO case 啊咁樣。因為我咁多年嚟我都冇乜點同大家講過啦。因為其實我由細個10零歲嘅時候啦，讀緊初中嘅時候已經開始接觸一啲外星人啊，或者 UFO case 啊，或者聽好多呢啲嘅嘢，聽好多呢啲嘅 topic 啊咁樣。所以大家如果話真係有興趣嘅話呢，我可以之後開翻個節目同大家交流啦咁啦。好啦，咁啊今集啦同大家呢講呢個 Disclosure Day 嘅影評講到呢度先啦。中意呢條片嘅朋友記得 CLSS 記得 like share subscribe 翻我 YouTube channel 嗱。好啦，咁啊今集去到呢度先啦，我哋下條影片再見，或者一個電影嘅影評再見啦，拜拜。